そうさ僕は夜をだよステラステラありったけの輝きで今宵音楽はずっと止まない。今日係日本縱貫嘅第57日，今日就會由呢個天然去呢個寺內啦，終於要去寺內啦。行程嘅尾一站寺內，亦都可唔可以話最後一站呢？因為其實聽日要去嘅中谷峽好似都係包喺寺內入面噶嘛。咁係啦，今日咧如無意外就應該係帶住行李咁踩單車嘅最後一日嚟啦。今晚去到酒店嗰度咧，都要拆晒啲行李落嚟，準備聽日輕裝去呢個中谷峽。咁去今日啦，係真係超級好天啊！所以都可以去翻啲琴日影唔到相嘅地方補翻下啲影相，就包括喺我酒店隔離嘅鏡沼啦，同埋呢個利溝富士山啊。等我碌前少少就可以有個靚景影到呢個利溝富士山。大家望唔望到鏡頭正前面有座山喺度？嗰度就係利溝富士山。哇！呢度係掛好嘅路段。影完幾張相就真係可以出發，開始今日嘅行程啦。今日去寺內咧就全長好似係64公里或者74公里，到時因為佢有個分叉位咧，就可以有條 shortcut 入去寺內，咁就64公里左右嘅嗰度就。如果唔行嗰條 shortcut咧，我兜埋去最出面嗰度咧，即係一路都係沿海邊咧，咁就74公里。咁到時再睇下情況點而決定行邊條路啦。因為今日咧就其實會沿路冇補給啊，我都專登琴日下晝買定多咗少少糧食帶喺身咧，咁就準備用嚟做今日嘅午餐。費事踩下肚我冇嘢食咧，咁就麻煩啦。今日天氣咁好，同埋沿路都多景點睇，其實我估可能 hea 下影下相咁樣咧，搞下要平時70零公里，我估可能3點左右應該已經去到目的地，仲要全平路咁滯喎。今日我估我加埋啲 hea 嘅時間，可能要4、5點先去到寺內都唔出奇。而家開始進入呢個寺內天鹽線啦。我琴晚 Google 咧先知咧，原來呢條寺內天鹽線係一條好出名嘅路線嚟嘅。因為啲人話係即係日本人好多咧，好中意揸電單車或者踩單車咧嚟行呢條路，話呢條路啲景好靚。咁到底有幾靚咧？今日我就可以驗證一下，親身體驗一下呢條路有幾靚。我初頭睇Google Map 啦，我冇咁街景去睇，咁我就見到一條沿海嘅路線，就諗沿海啊，咁即係好天嘅話，就應該同早幾日差唔多靚啦，個景應該。咁佢會唔會再超出我預期咧？我陣間就可以知道啦。入咗呢條寺內天鹽線，入咗呢條寺內天鹽線冇耐之後咧，就發現咧右手邊有一排風車啊，好靚啊！呢個景頭先都忍唔住停車係咁影相。不愧係一條好出名睇靚景嘅路線啦，寺內天鹽線。我頭先見有唔少人咧，即係揸私家車又好，電單車都好啦，都專登停車影相影呢啲風車。
俾大家望下我身後嘅呢件嘢，就係呢個啦。呢個呢，點解專登喺度停呢？呢個係北緯45度嗰個地標啊！我記得呢，上次經過北緯好似30定38度嗰陣時，就應該係去緊呢個鹿角花輪啊嘛。估唔到咁快又再次橫跨一條北緯線啦，不得了啊！咁喺呢個北緯40度，係40度呢個地標影完幾張相，又繼續出發啦。其實都幾意外啊！估唔到一次旅行喺個尾聲嗰度，都可以再次經過呢個北緯線。我都係琴晚撳 Google Map 睇路線咧，先知原來我會再經多次另一條北緯線咁樣。以前去台灣環台嗰陣時，都係會經過2次嗰個北迴歸線，但係即係同一條線嚟噶嘛，只不過你環台咁咪一個圈，咁咪經2次咯咁樣。咁但係今次旅行咧，就經過咗2條唔同嘅北緯線，好犀利啊！我覺得呢件事。踩咗37公里，跟住而家咧，終於嚟到呢個係是但啦，指唔中。嚟到自來市啦，其實都冇乜嘢，都係一條馬路嗰度，周圍都仲係乜嘢都冇啊。咁但係終於嚟到呢個自來市啦，哇！成個日本之旅嘅終點啊！好，繼續進發。而家就下晝2點幾，咁就距離呢個市內仲有20零30公里啦。根據我今日嗰個長啲版本嘅路線，而其實呢度咧，呢個天然唔係市內天然線咧，佢沿路咧係冇補給嘅。咁就頭先都喺路邊啦，佢有個休息亭咁樣嘅地方。咁好彩咧，就嗰度都有汽水機，你可以買到嘢飲。咁但係嘢食啊嗰啲咧係冇 FF， 係真係冇㗎。咁我就喺嗰度就停咗差唔多成個鐘喺度慢慢 hea， 跟住食咗我琴日買定嗰啲補給咁樣。咁食完即係當食個晏啦，而家食完就繼續出發。我前面整路，佢俾唔俾我過咧？佢俾我過，非常好。好，過咗整路嘅位置啦。係啦，咁就而家剩翻呢20零公里咧，咁就應該都可以好快 KO 埋佢啊！我原本諗住應該係4點零左右會到寺內嘅住宿啦，因為我諗住踩長啲嗰個路線啊嘛。咁但係根據而家嘅情況咧，我估可能隨時再早啲，3點零4點咁樣。再講多少少啦，我頭先咧食飯前有段路啦，我自己無聊咧，我見大直路啊嘛，咁我見今日好似踩得幾順咁咯喎，諗住試下撳下再重腳啲，撳下再重腳啲，睇下可以撳到有再撳到有幾快啦。跟住撳下咧，我撳到用咗最重腳嗰個齒比嚟踩，跟住嗰陣時咧，哇！個時速係嗰度平路嚟㗎，
時速咧就去到46、47左右。我都好耐未試過平路可以踩到上40幾咁快，真係有幾耐風流就有幾耐折咗啊！頭先咧順風咁踩啊，咁其實真係好輕鬆地就可以扯到上時速43左右咁嚟踩。跟住咧啱啱過咗一個 U turn 之後咧，而家就順風即刻變咗逆風啊！哇，爭勁遠，但係唔緊要，其實路程都係得返3點幾公里左右啦。我諗就算你一到咗寺內市中心亂咁兜圈、亂咁踩都好，其實都係可能仲有5公里左右，係啦。再加埋呢個逆風，對於我之前踩咗咁耐，面對過嘅咁多大逆風，呢啲真係碎料嚟嘅。大家望唔望到右上面塊水牌啊？嗰塊白色水牌係啦，哇！係我今次行程入面，成個日本縱貫入面，第一次喺路牌上面見到中谷峽個名啊！佢寫住距離中谷峽就31公里啊！哇！我已經由鹿兒島上到嚟呢個日本差唔多最北嘅地方啦。其實齋計城市咧，就應該已經去到日本最北嘅城市啦。係爭未去到最北嗰一點咁解嘅啫。而家哇，好犀利啊！覺得自己踩咗75公里嚟到寺內站啦，終於日本最北嘅鐵路站就喺呢度啦。登登寺內站，跟住咧呢度咧應該可能係佢以前咧啲火車咧就停喺呢度嗰個 stop 牌嚟嘅，日本最北端嘅線路。哇，好犀利啊！終於嚟到寺內啦，好殘添個太陽。咁就而家就下晝幾多點啊？睇下先，3點4左右好似係啦。咁就去酒店 check in 埋啦，跟住又 hea 一輪咧，又可以出嚟食飯啦。咁之後咧，都要慢慢再執一執我架車啊，要準備聽日輕裝去中谷峽。我哋應該聽日再見啦。The next day. 早晨啊，今日嚟到日本縱貫嘅第58日，應該都係成個行程入面最重要嘅一日嚟㗎啦。今日咧就會由呢個寺內市出發，去我嘅行程終點中谷峽。因為今晚咧都仲係會住喺寺內嘅關係咧，所以其實我就將我單車上面差唔多所有行李啦，都卸咗落嚟，就擺咗喺房。而家架單車咧係輕咗好多，大家見到喺我車頭咧，淨係得呢個袋仔嘅咋。今日會帶去呢個中谷峽嘅行李啦，就淨係得呢個袋仔嘅嘢，其他乜都冇啊！架車輕咗超級多，所以都有第二個問題發生咗。平時咧，因為架車夠重啊，加埋啲行李，頂住啲逆風側風咧，都冇太受呢個風力嘅影響。今日一出酒店嗰下，我 feel 到奶奶地嘢，哇！咁勁嘅咩啲風？平時呢個風力架車都冇咁飄㗎，跟住先諗起，唔係啊，係我架車輕咗。不過唔緊要，今日其實得來回加埋得60零公里啊，好短嘅咋，所以咧點都捱到過去。而家首先就要去咗南寺內市先，跟住唔應該講南寺內市啊，係應該話南寺內先啦。經過咗南寺內啦，之後再慢慢兜翻上去中谷峽嗰邊。君はもう気づいていた僕の心の奥で書いたそれがこれから話すチープな
くさずっと言えない言葉があった壊せない壁があったんだずっとさふっと香り立つ朝の匂いがどうしようもなく憎らしくて部屋の隅で膝を抱えて震えていた太陽なんていらないから開けないでいてその手を伸ばして誰かに届くように僕だって君と同じ特別なんかじゃないからそうさ僕は夜をだよセラステラありったけの輝きで今宵音楽はずっと止まないそうだ僕がずっと泣いたかったのは待ってるシンデレラじゃないさ迎えに行こうおじさまだだって僕は星だから到咗啦！ありふれた話なんだ理想だけ書き連ねていたノートの隅に眠る本のワンシーンだきっとあの星も泣いてるんだ明日なんて来ないままでいてその手を伸ばして誰かに届くように本当に大切なものは目に見えないみたいなんだ應該咁講啦，成個日本行程由鹿兒島出發，去到今日踩咗3300公里，終於嚟到我身後嘅日本最北點中谷峽啊！終於嚟到啦，都唔少人喺度影相啦，原來啊！唔得，我唔知講咩好啊。雖然而家行程係完咗啦，但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啊！真係唔知講咩好。俾我望住個海沉浸多一陣，係呢個咁喜悅嘅心情先。A few moments later， 嚟到呢個最北點啊，中谷峽。咁其實我成個日本縱貫之旅咧，都算係叫正式完咗啦。而家要踩嘅行程咧，即係得翻嗰30零公里完到翻酒店咁樣。呢個日本縱貫之旅其實都，我唔記得咗我之前嘅行程有冇講過，其實都算係計劃咗可能有3-4年㗎啦。咁但係中間一路都有好多原因，又俾好多藉口自己唔去出發。好啦，到終於下定決心啦，要出發啦，跟住又開始操車啊，準備緊好多嘢啊，唔同嘅物資要準備啊，計劃行程啊，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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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嘢啦。咁跟住到出咗發，又好擔心自己係咪真係完成到呢？我到底會有幾多意外會發生呢？因為其實我諗我都算係比較黑仔嗰種人嚟嘅。咁好啦，沿途的而且確發生咗好多唔同情況。而家但係過咗咁耐，終於嚟到呢個中谷峽，嚟到日本嘅最北點，就好似覺得哇，付出咗咁多，而家望到呢個景，一切都值翻晒。得到嘅唔止係呢個靚景咁嘅樣咯，係仲有好多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一個好好嘅經歷咯。
因為呢個旅行真係經歷咗好多嘢，即係無論旅行一路踩單車，可能有同人去會幫自己啊，又或者咁啱喺香港嗰邊發生咗啲事情又要處理，咁都有唔同人去幫手咁樣就呢個行程真係好值得一嚟，呢個旅行係不得了啊！真係太值得嚟啦！呢個旅行，跟住而家到咗最北點都，我諗可能隨時有半個鐘咁上下噶啦已經。跟住但係我一路都係企咗喺度，俾風吹雨流晒鼻水咁樣，但係都唔係好捨得走，因為望住最北點呢度就好似呢度就係成個行程終點，好唔捨得走啊！覺得要喺度再留耐啲咁樣，唔知點解地，所以就一路企咗喺度望住幾車人嚟咗又走，嚟咗又走咁樣，大概就係咁樣啦。呢個日本縱貫之旅好圓滿啊！咁而家我啱啱咧喺附近見到有少少景點，我都咧好大風啊！再加碼咗俾自己，其實好少嘅，真係可能300米都唔夠啊！大家見到隔離都係做燈塔啊！呢度咧要爬坡上去，呢度應該就係我今次行程嘅最後一段嘅爬坡啦。咁我陣間就等我好努力爬埋呢條坡上去啦。頭先話就話要翻去寺內，結果咧我又 hea 多咗半個幾鐘，落到嚟買下嘢啊，吸下印仔啊咁樣。而家咧12:49啊，我先開始啟程翻去寺內。咁頭先咧一路出嚟啦，都係超級順風嘅。咁咧即係代表啲咩咧？我而家翻去咧就會超級逆風啊！但係唔緊要，我諗我應該2點零可以翻到去嘅。就算逆風都好，頭先出嚟啦，就輕輕鬆鬆扯到上40幾50咁樣出嚟，而家翻去咧20都唔夠啊，喊出嚟。不過都唔緊要啦，頭先扯咁快出嚟咧，係冇可能咧可以有心機睇到側跟啲景色㗎。而家踩慢啲，可以享受下側跟啲景色。A few moments later. 頭先去程踩呢段路咧係超順風啦，真係閒閒地咧都扯住40幾咁去。而家回程咧，哇！我貼到21、22，我已經覺得自己好犀利啊！逆風逆到傻，終於翻到入嚟寺內附近嘅市區啦，開始見到側跟有鋪頭啦，有民居咁樣。逆風嘅情況咧都好咗少少咁多。而家行程咧就踩到58公里啦，咁大概仲有我應該係踩到64、65公里咁上下咧，就可以翻到酒店。不過我諗緊中途可能都停一停先，諗緊係去麥當勞南寺內嘅麥當勞食飯啦，定係去寺內站入面食飯咁樣，因為而家真係好肚餓。食完今朝幾點啊？9點鐘左右食完早餐之後到而家咩都冇食過。啱啱就喺呢個札幌站入面咧搞咗一輪啦，咁終於俾我買到我聽日嘅車飛啦，就哇坐車都坐大半日，朝頭早10點半左右啦，去到札幌咧就要大概差唔多夜晚6點鐘喎，好黐線啊！轉車都仲要轉2次，咁不過點都好啦，起碼翻到札幌啦，係咪先？咁就而家應該我估爭最後幾百米啦，就會到酒店噶啦。咁我哋我翻去都要好好休息下啦，我哋之後再見啦。
經過咗3333公里，由鹿兒島嘅霧島機場，終於嚟到北海道嘅中國峽。哇！真係喺呢個日本拉咗成條直線出嚟咁樣，真係呢個旅行真係好黐線到不得了。咁如果要講感想嘅話，其實真係太長啦，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可以簡約咁講，咁就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我 IG 度睇啦。我之前喺 IG 度都擺一篇好長嘅感想喺度，我會擺條 link 喺 description 嗰度噶啦。咁就係啦，咁踩單車就踩完啦，咁就係咪即刻翻香港呢？係咪即刻可以翻到香港呢？就並唔係嘅，即係其實都仲有少少日子俾我可以喺北海道度嗰度 hea 下嘅，咁就。大家想睇我之後呢，仲去咗邊啲地方 hea 啊玩啊，咁就都可以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咁就係啦，你起碼可以睇到我去到邊度 hea 啦，同埋我點樣砌翻即係拆翻好我部車 pack 好箱咁樣帶翻香港啦。咁好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放膽試一次出走，縱使看不到以後，這一秒可否放開手，抱擁你的每處傷口，遇困難時仍並未罷手，不管天高與地厚。